前美国职篮 NBA 球星波许昔日与詹姆斯·韦德组成热火队三巨头，曾拿下2座冠军。近年波许受血栓所扰，近日宣布决定高挂球鞋，预计3月与在热火队的1号球衣一同退休。波许 Chris Bosh 日前接受广播媒体访问时表示：“我知道我生命中那部分已经结束了，这是很困难的决定，但我很好。”热火队2月初曾宣布，代表波许的1号球衣将在美国时间3月26日对战奥兰多魔术队比赛时退役，而波许计划在同一天退休。今年34岁的波许因血栓反复出现问题，自2016年2月9日以来就未再重回球场。尽管他曾公开表达希望能在去年夏天重返 NBA 战场的期望，但曾11次入选全明星赛的他近日表示：“我或许还能继续比赛，但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了，我决定不再追求它。”波许在2003年 NBA 选秀中被多伦多暴龙以第1轮第4顺位选中。他在2010到2011年赛季改披热火战袍，与詹姆斯 （LeBron James）、韦德 （Wayne Wade） 合组热火三巨头，曾合力拿下2座冠军。昔日热火三巨头之一的波许因素不能再战，而韦德也决定在这个球季结束后退休，未来将只剩目前效力洛杉矶湖人的詹姆斯还在球场上奋战。波许在 NBA 的13个球季，生涯场均得分19.2分、8.5个篮板、2次助攻。